南投县政府文化局举办暑假阅读活动，民众只要伫县内13乡镇市的图书馆一摆借30本册，就会使参加抽奖，奖品是一领毯仔。其中玻璃镇长呢廖志成呢，为了要鼓励大家借册，佮有提供好康的，一直到8月31日为止。 为着让囡仔晓热过了更较精彩，玻璃镇立图书馆鼓励民众来借册，一摆借30本回去，佮会使来参加抽奖。文化局的礼物之外呢，镇长也特别加码了2种，就是有孙善仪老师的文创马克杯以及文具盒。那希望就是大家能够透过读好书，那也能够抽到好礼。除了南投县文化局提供的毯仔以外，玻璃镇长廖志成佮加码其他礼品，希望去因家长带囡仔来借册。棉被很实用啊，马克杯也可以啊。家长讲，伫疫情期间，囡仔伫厝内唔是看电视，就是耍手机啊，所以要加借一寡册互囡仔看。不然每天都在看电视。玻璃镇长讲，真正有推出规套册袋啊，民众的反应嘛拢真好。这摆只要加借10本，就会使来参加抽奖的活动。咱有推出这个借书的这个活动，就是讲咱有借书袋伫遐去借册，摕转去厝看疫情期间上好的活动，就是鼓励囡仔来看册。活动会到8月31日为止，麻烦让民众拢会当来借册。